大利是埋對擺尾咗個身，樂天派入先。啲長途馬入閘啊，梗係冇事。好奇大利是仲未入到啊，都仲係喺度擺下擺下。咁啊兜咗佢出嚟，又重新入過。咁啊禪山行都喺佢隔離咗緊嘅。好啦，大利是搞掂咗啦，擺正個頭嘅禪山行呢，就開上去入閘咗。少林金剛輕鬆掠過，排住隊咁行埋去啦。英之風就日之勝，英之風未入到，日之勝入咗啦，仲有3隻啫。英之風入，馬中王同埋嗰隻太陽精英，太陽精英尾入，馬中王最尾一齊啦，行緊埋去噶啦。好啦，第5場賽事3班1000，馬匹入齊閘，黃旗舉高，準備啦！一出閘嘅時候，內檔嘅馬都係比較慢啲啊，係啫。少林金剛呢就較為快啲，但係出邊呢，大利是喳聲飛到咁出嚟啦。好啦，咁啊跟住禪山行呢，亦都喺外檔啦，傾緊埋嚟噶啦。咁啊後啲嘅馬呢，然後呢先見到呢，仲有啲前鋒啊，輕鬆掠過啊嗰扎太陽精英啊咁樣，就再為後啲。咁啊轉彎嗰度呢，又西咗出去嘅，咁啊個零兩個馬位後邊嘅呢，先見到啲賞心樂事啊嗰啲出閘就慢啲噶啦，拍住好奇啊嗰啲呢。咁啊然後呢，再後啲堆呢，就先見到日之勝啊嗰扎啦，話包尾嗰隻呢，就係樂天派嚟嘅。咁啊英之風呢，都呢喺較前嘅位置話都幾快下嘅噃。大利是呢，而家喺前面呢帶出嚟嘅啦，咁守住第2位嘅呢個少林金剛呢，喺呢個內檔上，英之風呢，亦都喺呢個外檔度衝緊嘅。然後後邊嘅馬呢，先見到呢啲禪山行啊嗰啲嘅，直衝個終點嘅時候呢，都仲係隻少林金剛。少林金剛第1，大利是第2，英之風第3，第4名嘅呢，就係賞心樂事。真係啦，唉，冇得傾啊！由於太水啦對手啊，咁嘅跳下跳下就搞掂啦，少林金剛內檔啊，咁啊着數啲。李嘉廉1對馬翻嚟，816，佢嘥咗段力啊！大利是響頭段夾硬搶，少林金剛好淡定響入邊啊，慢慢等你搶，等你去咗先啊！咪夾硬搶佢1隻頂2隻咁啊，頂瓜咗禪山行嗰度仲要，你梗要頂佢噶。又要 cut 埋佢，又要頂住外檔嗰隻，所以跑法嚟講，少林金剛就着數啲咯。佢因為個檔位咯，而家唔得啊。賽前就咁計嘅啫嘛。由得你一隊去咗先，後邊慢慢追上嚟。8164，睇啦，嗰種點嘅次序啊！尋晚呢就盲6盲8，後尾直情盲8啦，11、12啦咁樣啦。咁啊而家你今日冚唪唥都開11啊、6啊、8啊、6啊、8啊、8啊、6啊咁啊嚇，全部開翻啲 number 出嚟嘅。非一即要啊！少林金剛今季都話佢揀錯馬，執咗個戰隊啦，陳博。咁啊未必佢揀嘅，或者佢配啦。因為梁石麟馬房其實今季好多有實力嘅馬都配陳博雄。陳博雄唔係騎咗馬數嚟嗰啲咩嚇？賞心樂事都跑咗第4，曳啲啊隻前鋒啊！佢邊度俾人頂到出外檔，好轉彎時候夾下啦，叫做俾隻1號轉彎嗰時嗌過下啦。你冇辦法㗎啦！呢場我哋一早講咗，你8、9、10檔嗰啲都係快，你點可以？太陽又頂一滴，哇！太陽都係太陽精英輕輕咁啊，都冇碰到佢，都冇碰到佢啊！你有就有，冇冇㗎啦，轉彎嗰度。輕鬆掠過同佢坑咗一下咯，一齊轉彎時候。又俾個太陽精英喺前面咁樣騷擾住，走來走去，飛出飛入。佢係輸緊嘅太陽精英，但係佢就喺度搞嘢嘅啫喺度。佢搞來搞去咁樣。搞到前鋒冇波入啊！係咯。咁係咁鏟你嘅數你啊咁啦，咁解啫。大熱門結果就唔得嘅前鋒。
翻到嚟啊816，哇！隻路都擒咁正上緊嚟㗎，側身啊！第5場賽事暫定嘅派彩，跑出第一名8號少林金剛獨贏派彩47蚊，位置派彩16個6。第二名1號大利士，位置派彩18個9。第3名6號英之風，位置派彩25蚊，一搭8連贏派彩89蚊。816三重彩派2378蚊。第4名4號上心樂事，頭馬時間56秒用，頭馬贏2馬3又4分1嘅馬位，2馬贏3馬一條頸位嘅啫，都追得好問噶啦，又緊緊頂翻個頸位嘅啫。大利是都冇乜噶啦，真係。唔係咯，揈晒腳噶啦，翻到嚟都。